乡亲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福喜来呢个节目。今日老乡亲朋友咧小解都主动有只提防吼，你昨天讲嘅有只提防，你昨天讲嘅有只空间，你昨天讲嘅有只平台吼。对不对咧？有意思嘅人啊，有意思嘅作品，有意思嘅产品，你乜嘅咧看是啲嘅咧分享你今日裏邊，而可以是咧分享係鄉下做嘅共同從盤音自己到風水音欣賞分享。大家好。我是鄉下做一起造黃瑞仁。歡迎分享。聽你來分享嘅係南外一屆嘅共同從盤音吼，叫呢個田妹妹。大家好，我是鄧妹妹，我不開做，我是布店的妹兒。布店嘅妹耶，好可愛哦！這種介紹好可愛，對不對？歡迎鄧妹妹、田妹妹。大家好，我是布店嘅妹兒。就是這種感覺，就會覺得，布店的女兒就會回到好像以前那個時光。布店，對不對？而且感覺是大戶人家。我有按個講過嘛，唔會嗎？啊，希望係，因為大家要講嘅係。誰的女兒大戶人家？不過這是開玩笑的哦。不過真嘅今日親朋友都有像到瑞仁哥還有美美姐咧都鴉片同大家來分享一起造。對，講到鴉片，鄉親朋友是不是講？這什麼意思？我們先簡單幫我們分享一下這個地方或是這個空間。好。一起造本身它有這3個字，其實看起來很容易解釋，一起就是大家一起嘛，共哈。那造哈，台語的造叫做灶咖，客家話叫做走哈。那這個灶其實是一個廚房，廚房是幹嘛的？很多人以為來一起造有東西吃，一起煮東西，好像會有煮是對的，但是如果在廚房裡面吃只有2種。一種是偷吃，一種是試吃。對，其實這個灶我們還是期待它是大家一起能夠動手 cooking 做一些事情的概念，所以一起灶就是我們大家一起來做一些事情。是一起共下做一道事情，一起造，也可以是造夢想，對不對？然後用客家話來講是共下做，我們用回頭安講就變得好像一起做這件事情。剛剛瑞仁哥有講嘛，就是走哈，我們不一定是指一個餐飲店，但是這是一個一起創造夢想的地方，可以這樣講嗎？可以，完全正確。好緊張，對不對？要自己來詮釋。不過在這個空間裡面，你們說你們有一個實體空間，對。我補充說明一下，我們是在竹東火車站前面的竹東文創藝術村裡面。那這個村子是去年年底才剛開幕，那現在才4月嘛，差不多我們走過了第1季。對，那我們在裡面當然有很多的店家進駐啊，包含文創、餐飲等等。是，那我們是其中的一個單位。對，好可愛哦，唐因為動等一下，大家可能唔知哦，因為美美姐剛才用客家話，是唔係講客家話嘛，可以就自然都唔會嘛，哈。咁講瑞仁哥你就覺得哇。怎麼會在竹東，然後又跟美美姐一起共同有這樣的空間？可是其實唔係客家人，不過常常吃阿婆做的客家料理，可以這麼說嗎？對，因為我其實搬到竹東大概15年左右了，然後我就覺得到那個地方有很熟悉的味道，然後我就在想到底是什麼。後來我就發現我們客家有很多的這個米食類的東西哈，然後有一些那個板啊這些東西，我就想一想，我小時候我的阿婆阿嬷都做這些東西給我吃，然後我在客莊待久了，我真的心裡面有個疑問，就是我們家有沒有客家血統？就我阿嬷去年往生，在她往生之前，我有就問她，阿嬷你這些東西到底有沒有跟客家人有關係？阿嬷說沒有，就是她是閩南人，可是小時候反正就大人教什麼，他們就學什麼。那阿嬷以前是中破塞啦，對米食啊什麼的，她都會精通。所以其實我覺得，你說我到一個客莊，其實是到一個過去生活裡面很傳統、很樸實的那個生活的氛圍裡面去。是，那你到了竹東15年，因為竹東其實嚴格講起來，它很多山。
对，然后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然后做动嘿，你夯头该撇，你会听到街上有人可以用客家话对谈的一个地方。对，那你这样15年下来，你习惯吗？喜欢吗？刚去的时候有一点不习惯，比如说我们做影像工作的，我们要去拍一些阿婆就会讲说，那你会不会讲客家话？不会，你不要拍了。真的就当下就吓到了，因为一开始要被拍会有点害羞啊。对，尤其是我就发现，比如说越是年纪大一点的阿婆，他会讲客家话跟闽南话，但是就是不会讲国语。但这个就是我们入境要随俗，是，所以我就后来我就跟很多的客家人跟梅梅姐说，俺拍客家人啊，我跟你们穷庸啊，我只会讲西蒙尼安是谁，这样子走对吗？走对吗？结果就可以啦，对不对？对啊，因为有时候那个语言的流通是一种亲密感的建立，有时候会是这样子，对不对？哈，所以其实这个是很有意思，就是梅梅姐跟瑞仁哥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可以这么说的，这样的组合是很有意思的。不过现场你填充带来动豆的作品，这都是你们一起造工作室，可以这么讲带来的作品，对不对？有一部分是一起造，包含等一下会就介绍梅梅姐啊，还有我们尊景老师的作品。那有一部分是我们现在一起造，因为有一个背景，就是说过去有一个地方的一个团体叫新竹县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协会，里面有很多好伙伴，有地方的擂茶，有非常荆棘的果汁等等。那我们就融合了这些，就把它拉到我们造里面来，当做一些餐饮啊一些基本的东西。所以其实可以说你们两个的专业不同，特色也不一样。昨天讲哈，那从梅梅姐开始，梅梅姐你是负责哪一部分？因为头先講啊，我係開布店嘅，所以我做 internet。那不有關係，然後因為我手工業圈轉到中立後，該獨客家花布是興起，所以我是對客家花布又都情有獨鍾吧。然後我現在目前我是我的作品地擺都全部是有法布的元素啦，係從你下當流行你面當可能人家造走袋，是因為因應一環保的概念，人家目前便利商店他沒有提供那個護套嘛，那我們就用這個，然後還有這個是我們客家便當，可以讓裡面是便當袋，讓你可能讓你回憶兒時吧，它有供應裝盆包對，我覺得真的很重要哈，因為基本應該一看到戀愛世界，我就覺得哇特別有感觸，因為公司才會讀推班大家認了解，因會鬆解到。你想想看，這個統計下來，這個不得了。不過大家又會習慣用一個塑膠袋，就算你已經推公，你買一張塑膠袋是 Q， 可大家還是會覺得一 Q 1元就買，對不對？可是你想想，黑公就按用改環保。提袋航白饮卖运了解时间，你就用这个就好了。当然，黑公走的用几个环保杯是更好的。真的 ，mobile 土改世界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对，然后这个便当的这个真的很棒其实这真的是很复古你用自己的这个布包，然后就可以回味以前的那种感觉，然后非常的有味道。对，所以其实这就是梅梅姐亲手做的。是。对，所以衣服也是吗？你现在像这些衣服也是你一起干走？对，大家一起造，就是我们都几个制服啦。然後同人家領結嘛，很愛做，就是還是有花布的元素的啦，基本上。好，不過吼，等下是梅梅姐帶了一個作品，不過我一看到挑選這個看起來很像跟遊戲有關係的，該不會就是？那個其實在對我們去年前年，這個跟新竹縣政府也在合作了，就是我們希望介紹地方的東西嘛。那我們新竹縣有13個鄉鎮，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做了13種地方的產業的產物，跟鄉鎮，然後做配對的遊戲，然後期待透過遊戲讓孩子們，也不一定孩子，大人都玩得很有趣，就是認識我們自己的鄉鎮，還有認識我們自己鄉鎮裡面的產業。對，所以這算是一種遊戲的。對，它是一個桌遊卡。是哦，好棒哦！因為你下動好搞桌遊有冇？所以昨天講對你來講，就是你這樣的設計，就是你玩桌遊也同時認識地方。對，真的是。那一邊的那個看起來是有染布嗎？對不對？還是這是我們還一家跟春景老師，因為今天有事情不能來，給他試染。他就利用試織去做成染劑，然後再去做成這些商品，像這個黑給
盖围巾，然后那会做紧，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布画这样。对，所以真的哎，上改重盘音的功能跟上改重盘音改引起真的完全没穷容从哦。那这边也是你们带来，这是结合主动拆体改送品系吗？怎么那种送品就是记得拆体改。对我解释一下，因为我刚刚这个旁边其实就是一个试染哈，然后这边其实就是说我们店里面它还是一个空间，但是还是要提供一些简单的餐饮嘛，所以我们餐饮提供的理念就是我们使用在地的食材、在地的产业的东西。那不只是竹东，因为隔壁就是关西，隔壁就是北埔，然后新埔，所以我们会用周边这些乡镇的食材原料，尤其是一些好的伙伴。它的一些，比如说吉在客家里面有常常被用到，对啊，金桔，那桔果蜜拿来做成我们的饮料，来跟我们来消费的民众啊，或大家一起分享。真的哈，这也是提供，也是一个社区营造、社区经济哈。哇，像像谈到你安是不是到？呀，其实係去年展开是一只动心，个动有意思嘅空间，然后平台哦。其实还有动到有意思嘅故事，然后乡亲朋友来分享。所以想乡亲朋友先聊下啊，聊一下，啉下茶，等下张总来讲。到放映走的绕墙的瑞仁哥，还有妹妹姐、妹妹姐来到节目第一度，那大家的分享都主动。去年展开时日去都俩下，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空间，所以真的很动放映可以邀请到几道来到节目第一部分享，那带来动都有意思嘅，那种产品啊好，作品啊好，跟大家分享，好有意思。比如说像看到这个便当，就觉得哦好复古哦，对不对？就觉得以前的人这样吃饭很有气质哎，对不对？你想俩下穿那塑胶袋又不环保哈，然后你搞又有这个桌游可以玩的，不过其实对几道来讲，其实也不只是作品的分享，对不对？你们到现在之后，可能默契也已经很好了，然后就觉得，这个空间应该要多加利用，所以你们有课程，或者是你们会有很多共享的概念在里面，是吗？是哦。我先讲一下共享的部分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发现3位职人进驻这个空间，其实还是有很多时间，它其实还可以继续被利用，很多空间去被利用。那我们就一起参考了这世界上现在新的趋势叫共享经济嘛，比如说 Uber， 比如说 Airbnb，那我们就想怎么样最大化这一些我们空间的利用，毕竟我们是在一个文创艺术村里面，它要。我认为文创是沟通生活啦，所以我希望说把这东西带进来，所以我们开始发想，第一个发想是共享舞台，以前我们可能是办木吉他日才会有歌手进驻，那舞台就在那里了。然后比较妙的是，其实这个都是民众或者是大家来这边消费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说有人问我们说，你的舞台好棒哦，光线很棒，我可不可以上去弹吉他？因为摆一把吉他，然后接下来。有人练大提琴的，可不可以借我练一下？好，那接下来有2个竹东的小女生去台中念书，回来之后说：“大哥，可不可以让我们唱2首歌？”就他们唱了3个小时，就是他们很会唱哈。然后我们后来觉得好，不如这样子，把舞台开放给大家。你会唱，反正就有人欣赏。是，对。然后接下来吧台也是一样，就是我们3位，你看。我做影像，然后2位老师做的是布的东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餐饮背景，所以应该是要让专业的来。所以我们最后决定，我们在假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邀请一些半职人素人职人来分享他的料理的作品。是。那我们在228的连续假期，我们就办了一档，就是咖啡的部分他是很会烘豆，他就来体验当一日店长，然后。他很会烘豆，可是当店长是什么感觉？然后怎么样定价？是那咖啡的产品要怎么调配？是其实某种成分其实除了帮他，我们刚才讲做造梦嘛，哈，他有一个梦想，我们帮他造那个梦，继续往创业的路走。所以他真的就来了，他真的就在那边营业，他卖咖啡吗？对，所以他自己煮咖啡，对，因为他很会烘豆嘛，对，可是他没有，他可能摸定音咖啡点给定养，他也不是店长，所以他就真的来了，然后带着豆子，然后就煮给大家喝这样，全家大小都来哦，然后就真的做生意这样，把所有器材都把，因为他没有佢冇该实体的空间，佢冇一家店嘛，所以佢知道给店嘛搬到来就该回去。不过其
伊就都按用个器材要全部叫龟头是搬过来，搬过硬热天天哦。哦，好啦，今日成日今日成日期嘛，迄多多好咧，反正汉办下就冇因为希望佢定期来做那件事情啊。那一天每下佢嘅感觉很容易，因为应热店长嘅感觉。有没有试过以后才知道嘛？对，梦想给我嘛，该回馈嘛。对，其实他们来这边重点不是赚多少零用钱，就是我们还是让他在商业模式，就是他还是要定价，因为他感受做生意的感觉。可是最后他收到的经验值可能远大于当天的收入。懂对，所以他应该也很开心哈，有冇？对，咁當然啦，因為佢們佢生去當到佢開店嘅金錢，還個時間啊，係咪佢來到了邊，我都買個設備攤好料咧，其實來都是做給店長。係啊，哇，好棒哦！像安永其實談起來就曾經像美姐和瑞仁哥講嘅，其實係一個共同吧台，對不對？然後共同舞台、共同空間，安永給分享，就真跟吃到今後有冇？像以後搞不好會有，你看像一日店長是咖啡，搞不好以後會有不同的。對，我們已經開始在排隊了。哦，真的，因為假日就那幾天，就是一年有52個禮拜，不過呀，已經有很多人排隊要來。對，所以這樣很棒哎，真的，那個遊戲給片，去看一下聊一下這每個，如果你連續4個週日去，假設有可能你會遇到不一樣的東西跟不一樣的店長在裡面，對不對？所以來一起照每次來可能感受到都不一樣，會有驚喜，對不對？還有共同窗戶，黑毛。对，這個真的就聽不懂了，有沒有？對，我們也是覺得，後來我們什麼東西都可以用共享的概念哦，就是說，比如說玻璃，因為我們那個一起照有點玻璃屋。对，美姐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小朋友在那邊畫玻璃呀，那個。對，因為我們都在空間島，就是基本上是用玻璃屋啦，佢都有一些隔一隔。當初 sale 嘅畫布，然後佢都 sale，就我們也沒有是冇規定佢畫嘛，你只要挨必供應佢想畫嘛，該是畫。其實當神機，你想象不到嘅 sale 嘅創作真的是無限的，然後都覺得 sale 當神機，因為佢邊來佢發貨，佢下一次來，再挨本人出嚟，佢都會不高興啊。也可以在地給小朋友，某一天不一定，有可能是遊客，係遊客，大部分遊客。目前還是當可惜，我都在地嘅時候係冇當利用咧，可能店都係外天人來咧，所以佢冇可能當日來嘛，佢冇天佢禮拜2、禮拜來到以後，佢講我唔記得，我又唔記得，我把嘅圖又會冇咧，所以係啦，來講唔怕而家佢老而出題，而做咧就出題係做個花，所以。這樣子漢辦佢都是唔會講，我不願發，因為你頭前有老人來出題。是，所以其實這樣的空間也是一步一步起來的，對不對？是一個分享跟共享的概念。我再補充一個也很有趣，剛才講小朋友，其實有大人畫纏繞畫了哦，然後大人其實有一些拍照啊，素人會拍照，然後有一次就讓我們發現說，有一些作品它其實不錯，就他雖然不是專業攝影師，可是他拍得非常棒。我說那你的東西來放在我們的空間，我們就來讓大家分享。所以我們有一面牆，最近我們會規劃就是素人的攝影展。好棒哦，對不對？你看泰咖啡吃豆糕，好像我要一個是大畫家來，張有按勇給 GV 之後再開畫展，因為我只想跟別人分享。不過要還引工還素人，有一個這樣的空間，有一扇牆可以讓我分享作品，這是多麼棒的事情。就我壓他拿一種就會你帶來給就會給素人攝影師哦，其實拍得很好，聰夢對不對？就是我們覺得，而且他又拍了很多在地的風景，像那個內灣線的火車、櫻花等等之類。所以像你看，我現在手中這一張泰卡做的 condo 就會瑞仁哥裡面一個素人的畫家攝影家對帶來的一個這個作品，其實看起來好美哦。對，所以其實我覺得未來也可以定期讓那一扇牆，然後讓不同的藝術家可以來進駐。對。因為可能因為我都會個空間嘛，因為我都希望呢個空間係大家共同來利用，唔係我三傻是最重。目前當然我都三傻，拜日有春景老師嘅示覽，拜一有我嘅布作，然後拜三有瑞仁老師嘅影像剪輯。是，所以你看我們共都按用空間嘅
共同来利用亚爱糖豆黑口场，所以你们有不同的课程，好丰富哦。对，像星期你刚刚说拜一有释然的课程，春晴老师给释然，然后拜一黑爱步骤，跟你步骤有青岛语音吗？因为他目前不，你目前还会因在地的妈妈啦，因为妹妹姐好刚好可爱啊，说就目前就会在地给妈妈，应该就会我们的目的啊，黑某人目的就会爱用也是啦，因为这妈妈讲讲，其实有胎的嘛，佢都不卡懂某事情，看某事情，看喊呢，係啊，你還唔過將來還年齡講某堂是有時間，他有錢，其實在周一在為自己生活嘛，所以人家開了課程，還是目前來講還蠻受歡迎的。對，頭講係在開，個人很愛開課的時間，講唔會啦，因為因為知道縫這件事情，將很多年齡馬上唔會，我一直這樣認為呢。你總得按用上呢，馬上唔會，要青島你唔會，瑞哥會嗎？你會嗎？你會嗎？你一定不會，對不對？對咩？所以係佢咧，可能係像提供，原來係當中也需要，對，所以我開課我都會從最簡單，所以從那裡講，某程度都得來嘛，那講唔怕，只要你肯來，你唔會調查，你唔會天井，我會搞懂以外，而且我覺得我給他們的空間也很大。你想去做嘛？該最尾你會俾你帶一種你想做的東西帶進去，我喺報名，我喺做嘅包嘅。便當給可以有清定一下，因為很環保嘛，就現在要慢慢學習按這個事情。環保對，所以你看到美美姐會知道，哎呀，不會有人來，誰要學影像課程會受歡迎，尤其是阿公阿嬤，因為拍了那麼多之後，錄了小朋友的畫面之後。他們想要學，第一個學怎麼拍，第二個怎麼剪成一個影片，然後傳給小孫子看。你看阿嬤也很厲害，真嘅，我覺得這一點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認同，因為我覺得因為你想看，要按用嘅口技嘅石頭，你要讓老人家一起來跟你面對，我們必須要面對的3C 產品，黑某，對不對？對，所以很多阿公阿嬤去就對了。對，就是有一個阿嬤，她就是馬上錄完回去之後，你看給小朋友看，小朋友說阿嬤你怎麼因為我們會有一些 APP 什麼用完之後很厲害，他就會動畫，很得意哈，清傻批啊！結果阿嬤轉去嘅時間，阿婆轉去嘅時間，還說孫女來同阿嬤共下來自拍，有冇阿嬤共下來自拍？阿嬤搞你做啲美肌啊，有冇？真嘅，所以其實還有動都有意思嘅故事分享哦，等下再來講。今天大家都分享到主动聊家提供哈，我们说这个文化园区这边有好多有意思的事情，光你们的空间，大家就是觉得是一个可以去学习或是去共享的空间。不过上一堂节目有讲到，你说有一些影像的课程啊，或者是一些手机的课程，我真的觉得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3C 产品的使用，所以让好像跟青岛跟阿公阿婆距离感越来越远，可是事实上也是越来越近的一种方式。譬如说以前看孙子要好久，对不对？不过要他视讯就做得快嘞，所以瑞仁哥你真的是很棒哎！你在那边开一个按钮给口场，就是很快就会有很多人去报名，也是你想不到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族群，我会讲一下，有很多开店的老板，因为影音要比如说委托电视台做那个成本，自己拍。但自己拍怎么样拍得好，然后怎么样剪出，比如说商品什么的，其实手机也做得到，所以也有一部分是老板他想来做这个事情。那因为这个就变成他有功用，有效果，所以也是一个很好自己宣传的一个方式。就因为你看，就像他多媒体有没有全媒体，那方式有非常多，所以这是很多的课程。你们这样做这样一段下来，在地的居民呢，拆梯给居民补你们的回馈应该也是更多，对不对？应该很开心哈，有吗？有啦，像我步骤来讲啦哈，即个阿妈知道，因为你推了走走带，然後跟媽媽佢來做啫。伊最成講咯，佢做嘅時佢其實佢當冇反應，咁你做兩賣東西，因為該多好多雙人，佢不會去喝那個飲料嘛。結果佢拿轉去講冇去想搶，結果咁奇怪嘅東西咁樣想搶，然後結果佢
下一个礼拜，佢拢来讲，叫爱做家事这样，爱送人的，爱某些同事啊，然后来领虾，结果好像这也是一个，好有意思。对，其实对，这也是我们空间给他的一个回馈。然后还有爱到那空间，还知道一家太太，他其实佢创业是到国外，佢不卡是都爱到选择，佢然后佢。你喺外头当自豪的位所，佢讲佢到了佢本来做到10公年，佢当时出门啦，但是佢因为外头了空间以后，佢从头而来咧，佢讲来到了，虽然外头没有很好的那个饮料啊，某是当做餐点，但是因为他说他只要点一个简单的咖啡，其实就会筹归下酒诶，那好棒，还是用这个空间可能是在带本来到领下这个应该很好的环境。对，我想这也是目的之一，对不对？对。哎，刚好可爱哦，请等一下，给我哎呀，某亲后给餐点呀，某嘛开。可是海迪，你们一开始没想过不要有餐点，因为那是一个文创的空间。可是想说，那既然要有，就提供一个最低的需求。喝一下饮料就做得嘞，很容易。其实我是说，我们还是从我们在地的这些，因为有些东西，比如说擂茶，比如吉果蜜这种简单，当然咖啡现在很多人都很需要。那咖啡我们就会特别去选那个豆子，所以像2月28号来这边做的这个职人，我们后来我们就进他的咖啡豆，所以我们确定人是对的，东西才会是对的。真的，而且你看那个妈妈说，做这个俺某就一回去之后，大家讲这样，就来就俺没会做，俺没会做，就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效果就最后我们的一个成效，然后大家共享，然后大家一起来这里，共同在这个社区共同营造、共同生活、共同分享。哎，我给讲够，不过共识才吧。我看梅梅姐你手中拿了一种土，这是你们这个园区的图。对，那还主动艺术村啊，其实是它有700间啊，像从了有个母沙树，其实原住民，其有种其都日本的特殊的编织，其他来到了给空间都动讲，其全部用编织，然后做成给商品。我觉得有机会你嘛做一看哈，后来还有一楼，其实853世纪，其实尖沙的原住民，因为佢都刚才买讲冇他冇买，有冇去买？你看佢给3档的东西全部变做了集结起来，跟游客其实不是只有3档那买一兜，其实都像一个小型的超市，直接就这样买一兜，还用来就代表这样的旧式生活，旧式生活给一家后生人去当我，佢收一个 Q 的灯呢，我给集结起来。佢虽然就冇空空的灯呢，这样一种该一种，但是它会在乱中有序啦。佢在目前吸引到的后生人，这种文青系都该上，某些人就你落伍了呢。我俩是还都一起照。还有一叫做给月桂树，它是一个给亮色结合，给是做一些那个塑形的那个，应该是塑形的公仔。给唔好你讲给公仔，公仔太 low 了这样。然后目前就是还有一家工地咖啡，你目前还在筹备当中，我会期待给他会赶快来就正式对正式的营运。然后还有个很特别，就叫做丰铁道，丰铁道给它是自己有组成一个 band， 然后它就是有一个音乐餐厅，就是兄妹2个集合在里面，你可以用餐，也可以听它有一个那个 rock 的音乐在那边，也是一个很棒的空间在这里。对，这是我们主动艺术村。有一个地方虽然都还没有开店，可是其实前一阵子网红网帅都跑那边去拍照。其实因为它建筑物蛮特别，有一些线条，所以主动文创艺术村最近有很多年轻人是来去找网红跟网帅拍照的地方，对，而且也因为这件事情，除了我们本身进驻，然后建筑物，所以刚才你问到说在地人，其实跟主持人分享，我们这边外地人来的很多，台北、台中，就中部以北来的相当多，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让大家放松、走走还有拍照的地方。真的我请给美美姐少改时间，她说我一问他一个一个有没有如数家珍，都好熟，所以那里面几乎每一间店你都很熟悉。
因为我们都一起开始，对，因为我在地人呐，像我虽然透过会在台北，我10年前因为我爸爸生病，所以我在赚了竹东，我一直想要为竹东做一点事情，所以大家我从头我透过忙去进驻的时阵，我当年行上行下，因为当时忙时间也猥琐，所以既然这样还有人，我大家还是会懂的，而且我还会一直希望有别的人进驻，我会去介绍，不是我自己享用这个空间，我希望最好的，比方说竹东人，这家竹东人是拿去当大寿，竹东人来，然后也希望新竹人也，其实大家就是一个爱好者都可以善用这样的空间啊。哎，好棒哦！亲张掉吼，你唐梅梅姐爱我讲吼，你就知道她真的很热爱这个地方。今天听她讲，你就觉得她是真的发自于内心，就希望讲啊，竹东爱用个地方你会来。不过公司才发，为什么在地人比较少？因为他很习惯那个地方，给亲习惯给地方，还有那个地方就觉得俺爱从细嘟嘟呀，还有慢慢该感觉。不过慢慢就被底其实也是活络在地。对，那对于IT 跟你会知道讲，有一个说真的，台湾很小，做的一个地方。有时候好挤，对不对？你看你像看那要做东岛的暗涌的地方，台卡就会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部以北或是北部的人去到暗涌的地方。我们可以讲说，底下台北有个华山，这可能可以做东的一个小华山。对不对？哈，就像你去到这边就会不用抢手，喊卡重要的事情，就像美美姐讲的，有变成另外一个平台。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像很多什么椅子灯的啊，有冇？黑某就演出名的给片，有一个嘛该作品给分享。其实哎呦，讲来讲去就会今后给给一家地方做的分享。还有我有听美美姐讲说，你们好像还有什么记者会在那边办。对不对？完全差不多1年前，有个民进党事务部主任给了做客家回乡便当。然后他就利用来的那个空间，那还蛮自豪，就是说，那叫小地方竟然做个中央的记者会，对啊，也因为这样，然后我觉得一个概念了，当多媒体来，可能就把那一天就把我们一起这样，然后为了能够不是罚钱做公过去，全部人都免费公过了，对啊，好棒哦！所以其实接下来会希望再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吗？其实一起造或者是村子在这边我们心目中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说，让台湾能够走进世界。然后让世界也走进台湾，看到本土。而且喊卡重要给我来昨天讲书就是瑞仁哥랑美美姐，其实他们的默契已经好了，对不对？我们说就是慢慢调整之后，其实要一起合作是不容易的事情。是，所以到这边，董演他们在这个合作的工厂，底度可能有轻度嘅艰辛，也嘛该给我同嘅问题，不过基本嘅节目就不说按用嘅，所以就是希望讲借由基本嘅记得一起照安永嘅介绍，我们当个引子，同大家来分享。伫竹东有安永嘅艺术村一个这样的区域，希望喺讲大家真正有安永嘅时间，有机会，做得去到这边看一下嘅，也了解一下竹东安永嘅客家庄是一个怎么样的客家庄，可以这么说所以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一起照的创办人，用撒胸哈来分享，谢谢。好，我们就在一起照，下次去找你们玩哦。欢迎，都得感谢。好，各位乡亲朋友，又喊听错也行聊聊，跟3年下了，你去做运动了。